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那贵人家是你救放吗？不下。讲3妙点，语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无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。3，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2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3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4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5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你的人却要1000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6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咬它下去，反咬它一口吗？7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1分1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8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9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